家午早，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25公视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洪敏珍。过来甲乡亲斗阵来关心天气。今仔日苗栗以南会上大雨，也那北部甲东半部的地区，因为唔是遮方面，天气会较热，有机会来到38度。咱斗阵来去看温度。风台烟花呢，昨已经离开台湾，唔过受西南风影响，今日开始一礼拜天气讲无介稳定。苗栗以南的地区有局部会有落地阵雨甲雷公雨，因那中南部地区就要特别注意会上大雨。气象局即马呢是针对嘉义以南5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因那北部东半部地区、过道山区会有一寡所在落地阵雨。因那今仔日大台北盆地。也阁有宜兰甲金门，也有一寡所在天气是拢小忽忽，温度会来到36度以上。东南部有机会会一个靠小风，花莲、中国甲台东地区也有机会超过38度。天气乡亲就要特别注意天气变化。过来，咱来讲，中央宣布7月27拜二，这防疫的这个层级就会降到第2级。不过，双北决定讲要继续禁止餐厅伫咧内底食。也那桃园、高雄、台南，抑阁有台中是拢宣布会当带条件开放餐厅，互人客伫咧内底食物件。因应防疫警戒降级，会当伫咧餐厅内底食饭。屏东东港餐厅的业者先甲隔板安好，搁传消毒甲防体温的设备，准备做生理。一定爱5个一道啦，伊就5个以下，我菜就甲你分做1块刀的菜分做2块刀啊。1.5公尺以上的一个间距来拉开桌跟桌之间的这个距离哈。那这个屏风隔板都是可以来使用，来增加这个物理上的阻隔，以免说造成交互感染的情形。中央公布设来限制50个人以下，嘛袂当达到去敬酒。不过，双北考虑疫情外地咧办理，桃园讲会照中央的政策，不过袂随执行。阶梯式的检讨，那确实是没有办法一步到位，每一步的解封都要小心谨慎。希望说大家都可以一样，就是桃园跟新北是一样的。不要这样子说有分一格制。袂少餐厅的业者因为桃园甲双北那厝边同款，应该统一规范。双北无开放进前，桃园嘛暂时莫开放。不过高雄甲台南决定27开放。不过高雄是也无开放食喜酒，因那座位的隔板嘛要用3面式的。拜托大家能够配合，就是前面再有一面隔板，就是所谓的3面式或者么字形的隔板。另外，台中是六都内底上万底咧办理的，市长罗秀燕一直到24下晡的记者会才来宣布。中央的限制大家要遵守。另外呢，我们台中市政府我们也要求做公筷母匙。市府强调讲，虽然会当伫咧餐厅内底食，业者要是爱遵守相关的规定，若是无法度做甲到，要是干那会当互人客包登去食。记者综合报道。今日的报纸看什么大代志？咱家乡亲斗阵来去现报纸，先来看联合报。受到疫情影响，这全世界行船的业者，真侪船头家因为纳袂出员工的薪水，全甲船停伫咧岸边，船完全拢吊伫咧船顶，袂输是去互放杀。那台湾去年这种的案例就有5件，是亚洲国家上介多。因为这船拢唔是咱国的国籍，台湾的法律无法度保障船员的权益。来看《自由时报》。南部有一间食品公司，有一位市长的董事长传出讲伫咧外口偷食，不过伊讲太太出车祸伤甲真严重，佮讲太太动手术了后，个性全拢改变，离家出走，出去拢唔知影通倒来，所以要求离婚，佮要求要分太太名下7000万的房产。经过调查，法院认定查甫偷食是事实，驳回离婚甲分财产的诉求。来看《中国时报》。拜二7月27，全台湾疫情警戒降到2级，托婴中心甲年幼的上托拢会当带条件来开放。不过家长反应无同，有人烦恼，这甲囡仔送过去要是有风险，不过要是有爸爸妈妈讲，总算会当偷一粒气。过来讲，拜二就要降做2级警戒，有专家认为讲，中央的防疫指引是真矛盾。亲像讲，这中央讲禁止人收水，不过海边畅水味也有出用所有开放。不过呢，这收水了后上花非常久，淡就爱紧甲嘴暗刮起来。有沾水的这个畅水味的教练就讲，实在是无通。
要做的时期，因为防疫警戒，真侪活动拢禁止。指挥中心指示防疫警戒降级了后，也是禁止去游水。毋过，阁会当去海基啊唱水味甲雏鹰等等。防止机讲放流的标准伫倒位？指挥中心讲，若为水淋起来河边，就要随甲喙暗刮起来。毋过，喙暗要安怎随时罩伫个分数顶，放伫个河边嘛有可能喷淡去。所以新北市就决定暂时不要开放。毕竟在游泳池，它的范围比较小，相碰撞的机会比在大海里面大很多了。但是你去进到沙滩上会碰水的时候，就很容易把口罩溅湿，那它的防护力就没有用，也没有意义。有关游览车顶食食的规定，23指挥中心表示，考虑侪餐厅也未开放伫内底食，所以旅客会当分批伫车顶食饭。毋过交通部观光局强调讲，目前也未当开放。24指挥中心嘛解喙讲，要甲高铁、台铁依次共款的规定。在车内底袂当食物件，车内的部分就还是比较饮食，比较唱歌卡拉 OK 这样子的。国内专家认为讲，这个防疫警戒降级有真侪矛盾的所在，亲像户外运动，若是空气有通透，其实免挂喙暗嘛用的。但都是开放餐厅、超商甲卖场伫内底食饭，风险才是悬。人家在运动场上跑步啦，去打球啦，这个根本没有关系的。吃饭要不要内用呢？我就觉得要很小心。一方面要考虑防疫，搁要兼顾民生经济。在两难的情形之下，2.5版本的未降级，防疫措施要安怎来寻求甲规范，嘛引起大家关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讲，即阵咱国内本土病例数，昨咱的本土个案增加24例，因为即阵台湾本土个案加起来，计共有14250例。来看各县市病例数的分布。即马伫咧台湾病例数超过4000例的县市，包括新北有6755例，台北4767例，超过200例的县市，桃园769例，苗栗549例，基隆313例，彰化272例，台中206例。因若死亡个案昨咱增加2例，因若这数字拢是今日早起疾管署上最新的资料。再来讲，拜日降2级，新北市决定讲有一寡户外场所拢会开放，亲像电影院也会当来做生意。因为台北市是决定讲，大卖场啦、菜市仔啦，还有夜市仔，到时阵就毋免搁请民众摕身份证分批分流啊。新北市24新增加9例确诊，无不明的感染源，拢是去互朋友画到的。中央公布防疫警戒27就要降级，不过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市是采用分阶段降级，有条件开放户外场地，包括步道甲山球场。不过分数较去小较着的运动，亲像篮球场甲骹球场，还有电动间都无开放。另外，电影院会当恢复营业，不过开放的影厅数是总数的一半，每一个厅限制50个人以下。餐厅嘛无开放伫内底食。新北跟台北是重灾区的重灾区。在从7月27号到8月2号，其实这一个礼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监测指标。台北市24新增加7例，其中4例是因为聚会感染的。市长关问题呼吁唔通开 party， 向若家乐福、内湖先讲2点，加上饮水产，因为有确诊者的行踪，拢休困1天做消毒。台北市无开放伫餐厅内底食，向若当时会当开放，关问题讲也无把握。我知道餐厅快要撑不下去了，可是我还是没有把握。就观察且战且走前进的，我们还是小心一点好了。因应防疫警戒降级，高文地嘛宣布，为27开始，批发市场、传统市场、甲夜市啊等等，取消以身份证号码买二分流管制。当照机构、治疗中心、托婴中心嘛开放原本收托的人数。网价因为这届疫情升长了真严重，台北市嘛提出纾困补助的计划，9个公有市场、地下街、甲网价夜市啊等等，还有去向强制爱休困1个月以上的犯啊，每一单会发2万块的补偿金。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指挥中心昨宣布，国内有7万ton Moderna 疫苗，到8月初6进前就到期啊！若是7月底进前，要无人注文要来注，安尼中央就甲收回去，佮另外发新的疫苗来互各县市。因台北市政府是宣布，国中以上的老师，这礼拜开始注第1剂的疫苗，因经销人员会当开始来注第2剂。
台北市长郭文铁23讲，台北市有部分疫苗就要过期，引起外界议论。指挥中心24讲，有3批莫德纳疫苗会伫8月初6进前陆续过期，上近一批的期限是7月29至8月初2，计共3416支。第2批号是8月初2，有16424支。上尾批会伫8月初2至初6过期，计共54414支。3批总共是7万支左右。希望他们在28号之前散布在各医院跟卫生所。就是有关7月31号以后还没有规划、没有预约的这些疫苗的量，那就会由中央这边来收回。我们会规划达到其他的一个用途。我们也会在28号到29号之间，我们收回多少，我们会配新的效期的疫苗到各个地方卫生局。各界拢真关心老师甲第一线警消人员注疫苗的状况。台北市政府讲，各校老师拢已经注了啊。国中、高中的教职人员加警校人员第2档疫苗会伫后礼拜开始注。国高中的教职员大约有15000名左右，我们已经安排好了，从下星期一开始，也就是从7月26号到29号，我们4天的时间，在花博增验馆来为国高中的教职员来服务。下礼拜1、2两天，那么一样哈，在这个花博增验馆。为我们的警消第一线的同仁来做造册、来预约、来接种这个疫苗。台北市政府讲，7月23为止，台北市已经有38%的人注到疫苗。今麦开放50岁以上，无多上网络注文疫苗的民众，23至30期间向区公所登记。目前登记的人数已经有3707人。记者郭碧君、郑派文台北报道。过来讲新竹的部分，即马讲港二级餐饮业会当带条件开放，互人客伫咧内底食。毋过，要是爱做好徛名字，而且这座位一定爱采购帮，互人客让位坐。当地业者呢是拢感觉讲真欢喜，因为因等即工已经等上久，希望会当重新开市咯。甲已经2个月话无使用的椅仔准备摆出来，而且新冠肺炎疫情警戒降至第2级。新竹县市把准备开放民众在餐厅内底食，业者拢讲，即工已经等真久啊。疫情影响的话，真的是蛮大的。那希望疫情之后可以慢慢的回流稳定这样子。可以让客人就是慢慢的回流。对，那客人的话可以回到店内消费。这家餐厅至少有些人潮，让大家开开心心来这边用餐。大会业者配合政策恢复来用，除了准备隔板以外，咱所把着控制在原本的25%以内，民众除了用餐以外，全程拢爱挂嘴暗。防护有做好的话，其实应该还好，因为他们开放内用，应该也不可能旁边都是人。在这段期间，我们也推出跟餐饮专柜推出了美食外带跟外送，还有甚至宅配的服务。27号以后，我们当然会配合政府的一些美食街的防疫措施，包括容留人数限制。疫情爆发以来，全台餐厅拢受冲击，而且降级开放在内底食，也则希望会使量早恢复过去的生意。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镜头转来国外，继续来关心国际疫情。这个月，日本这东京奥运赛事相关的确诊个案，即阵已经来到123例。咱伫咧澳洲当地这印度的变种病毒是直传，伫咧新威尔森市，伫高一日就有160多例。那即马这国家是拢咧杀疫苗注射的证明，不过伫咧智利却出现有民众反对注疫苗上街头抗议。东澳选手村外口，装甲车载着选手团体山顶动。日本东澳23暗时举办开幕，24早起做体检，搁一摆传出有1名选手、90多名相关人员确诊。和这个月来东京奥运的相关人员累计有123个人确诊。在delta他变种病毒传染之下，真侪国家疫情继续拖。澳洲新南威尔斯省嘛，搁一摆创下一天确诊的新冠纪录。The cases continue to rise in New South Wales and here in Greater Sydney. To 8 p.m. last night, we had 163 locally acquired cases. 为此，当地政府打算延长到7月30日封锁日，嘛要加速注疫苗的速度。这是在各国陆续推出注疫苗的证明，佮限制出入公共场所的政策了后，这里反疫苗团体煞行上街路抗议这个政策。A la igualdad ante la ley. No es posible
que se considere ciudadanos de segunda categoría porque no están vacunados. Una vacuna que es experimental, pero nadie te garantiza que si te pasa algo te van a responder. 虽然安尼，因为法国已经宣布，为8月开始，要有已经注疫苗的健康通行证，才会当入去餐厅、酒吧、甲坐火车、飞轮机。当局为着扩大注疫苗地点，各伫海边的度假景点，嘛设置疫苗中心，每一天提供200剂疫苗，吸游客去注射。国际新闻台是唐朋友。 过来讲，美国的加州大学即马是研究出一套系统，通甲病人大脑发出来这个信号，透过机器甲接收，再佮经过数位化的学习，甲转做是文字，啊，互侪脑中风的遮的病人无法度出声，即马总算会当透过机器开喙来表达因的心内话。看到荧幕上的啥按叫做Bubble1的患者发出味道啥物了后，电脑慢慢秀出 hello。 脑中风瘫痪15年了后，伊总算会当讲话。Bubble1毋是真正开喙，而是装伫大脑表面的感应器甲电脑解码，协助伊表达想法。We can actually pick up those electrical signals, record that activity, and digitize them and send them to our computer for further processing. 这套系统由美国加州大学研发，Bubble1是参与实验的8名患者之一。研究者用电脑解析患者的大脑信号了后，佮透过语音识别软体转化做文字。像即马 Bubble1 就讲伊袂喙焦，无需要啉水，是安怎办到的？研究者解析大脑活动模式，安怎连接声道运动，佮生成字母，建立字锥，互患者以每秒3至4个单字速度进行交流。听起来简单，也毋过做起来无简单。 科学家指出，这项研究犹原伫咧起步阶段，敢会当适用伫其他的患者，也阁有待观察。也毋过，搁较困难，也爱有一个起头。因会继续打拼，希望有一天袂当行动、袂当讲话患者，拢有机会表达想法。公司新闻邱婉莹编译。下晡的天气，咱也含乡亲做伙来去看气象资料。在北部温度上加26度，上悬36度。 再来，在中部温度上加25度，上悬35度；在南部温度上加26度，上悬33度；在东部温度上加26度，上悬35度；平湖、金门、马祖温度27度到35度。感谢乡亲收看，我是敏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